即马气候变迁，雨水资源的问题嘛变甲愈来愈严重啊！根据这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，全球有1/3这个囡仔，差不多要7亿个人，即马是面对欠水的挑战。 去到空塘啊，这囡仔当要去溪边入水溪生活用水，也毋过详细甲看，这溪水的水质拢落袂清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近公布一份2021年儿童气候风险的新补充报告，显示全球的儿童受到气候危机影响真深。这份报告赶伫30号要举行的 COP28 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进行公布。 报告内底以欠水资源、水资源脆弱性、甲水源水质是毋是当用、甲方便处理的水资源压力来关心欠水问题对儿童造成的威胁。发现全球有1/3的儿童，差不多7亿3900万人，已经生活伫个严重也是极度欠水的地区。 其中，中东北非甲南亚地区的儿童，因为生活伫水资源有限的环境，会受气候变迁问题造成水位下降、枯旱的风险，甲饮用水卫生服务不够。2022年的报告显示，这儿童的人数达到4亿3600万人，特别是水资源极度脆弱地区的国家，每10名儿童内底都有8个人陷入欠水的危机，嘛是造成5岁以下儿童对着疾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公司新闻台是唐炳义。